常讲着讲对不起，是咱讲了解金刚经伊本身佛陀所讲的迄个内涵，毋是金刚经就讲着好个物件，伊绝对无着好，伊每一个法都对无着好。所以呢，迄个如是第一就是我讲迄个法治，第二就是讲信顺，但是伊第三就讲法律啊，公理，第三就讲理啊，公理。 袂使再讲你一切事实物件，伊若要讲你，就是含第三分才会落。因第二分是现前这种的，就是师傅在问问题嘛。第三问题就是讲悟空、化空、空与空嘛。所以这个当中就是咱以这个理来讲，理就是讲如是，就是讲实相，实相，实相理，实相，叫做观照。 观照，来就是文义，叫做 border， 三法界，这个理，这个如是，如是就是三法界，所以这个如就是讲这两法界，如就是讲这两，这如就是讲这两法界，是就是这个。 你
重要的啦，会使解决。所以呢，伊伫即个食，你今日读即个金毛经，你要听即个金毛经，你若要食，你坐伫即个所在，你就会懂。因为怎讲？因为里面兴趣，里面信心，所以这叫做信成就。第二叫做我闻，叫做闻成就，闻成就。阿兰，当然咱知影，伊是即个文化系，所以呢，伊阿兰听到佛陀所讲的这个佛法，这真理当中，伊甲做啥啊？伊甲做一个记录。所以呢，伊一步一步，伊咧听我说明啊，当然伊听，我从后壁甲做一个记录起来。所以呢，伊到后壁甲一字甲一部经典起来。所以伊当时若做咧讲经，伊大地主发海咧甲意经小唱，佛陀咧意经，佛陀咧讲经，万事圣人咧意经，阿人咧意经。但是因为闻成就，就是讲因为这个成就这个语言，有一个人咧文化，有一个人甲意经，所以因为这个发挥带成就，带迄个成就，这第一个解释。那第二个解释，闻，因为讲起来较狭义，较简易是讲叫做阿人，若较广义的是咧讲啥物啊？请问谁在闻？什么人咧闻？什么人咧闻？这个闻的内底当中，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人有具备着一个如来定的德相，有具备着一个如来的定的德相。咱每一个人有具备这个，但因妄想执着是不能证明。但是因为咱今日大家拢会当来经过这个法会上，当会当这个思想，这个智慧来文化所说。咱大家拢有到这个意境，你要入金刚经的这种的法会，毋是你逐个人当着。所以佛陀伫金刚经内底当中，虽是对于这个1250句，这种叫做小修，甚至外道，但是佛陀为着要这群人入来金刚法会上当中，伊在后壁再来入叫做大比丘众经，迄个大叫做全条方便。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要进入到金刚法会上，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入来物件。所以你闻着佛陀说金刚经，毋是逐个拢闻着迄个物件，所以叫做闻成就。你我有听这个经典，你今日到动入来到这个，那这个法会上，他说闻成就。闻是啥人在闻？伊是我拄才讲的，那伊狭义的是讲虚无义，那伊广义的。妄想执着，咱听佛陀所说的对，咱就得众生提了落去。所以咱今日一定要知影，这个闻义有闻文化界，言义有言法界。闻，一定闻心清净，一定有业。所以呢，叫做闻如是我闻，叫做闻成就。一时，第三个一时，叫做时成就，时成就。这个时就是本来说法一定要有时间，一定要时间，一定要培养这是重点。这个时，我当时咧讲，伊才讲某时某日到某月，伊才有讲这个物件。当然，如果佛是一个大学，如果有讲某时某日某月，可能2000几年到1800年，所以呢，佛
伊所谓的主人，结婚经所谓的主人结婚，哦，叫释迦牟尼佛叫做做。那因为